5、6月是传统旅游的淡季，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甲着旅宿的业者推出多项的平日限定的好康优惠。5、6月份有带一枚送一枚，连带还阁升级的活动，总共有30间的业者来响应。另外还阁有38间推出5月到10月，连续带3枚，第3枚免费订好康。台南市政府跟我们旅宿业者合作来加码，在5月1号开始，那5月、6月两个月，我们提出这个住1晚送1晚，然后到7月以后，还有若干的我们业者能够参加再加1晚，所以说可以说是花1晚的钱可以获得3晚的住宿，同时呢还可以参加抽奖，那抽到首奖的各1位，就是可以这个吃1年都不用钱，或者住1年都不用钱，吃到饱住到饱。所以呢，这些都是吸引各位好朋友来台南试试手气。其实也不用，如果没有这些加码的计划，其实台南还是非常好玩、非常好住的地方。也欢迎各位好朋友一定来。市长表示，台南的旅宿一直是国旅的第一品牌。敢若是去年来台南的海外旅客就59万人次，比以往增加了10万人。这届会提出3大好康的优惠，对住宿的折扣到消费的回馈，希望予旅客住愈多、省愈多。另外，还阁有抽奖的活动，只要5月到10月住台南合法的旅宿，并且登录发票，就会用参加总价值超过100万的抽奖活动。鼓励民众踊跃来参加。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